今日真係一個非常適合放鬆同埋調整身體嘅日子。我亦都一如既往咁樣去介紹泰國曼谷優質嘅按摩店，係等你知道 Premium Spa 係一個注重私隱同埋擁有古歐式風格設計嘅一家優質嘅按摩店鋪。我哋一進入去裏面，工作人員便會根據我哋選擇嘅療程，仔細咁樣介紹有邊一啲嘅精油係可以俾我哋選擇嘅。療程開始前，過程亦都一點亦都係唔馬虎嘅，除咗會仔細清洗你嘅腳部，仲會按摩你嘅腳部添，真係一個誠意滿滿嘅表現。終於嚟到今次嘅療程介紹，我係選擇泰式精油全身按摩同埋泰式草藥熱敷。我可以講，按摩師喺每一個流程每一刻都係保持住高度嘅集中專注嘅狀態去照顧同埋護理我嘅身體，等我嘅身體無時無刻都能夠獲得最佳、最適合、最舒服嘅享受同埋體驗。最後有冇觀眾係發現，有時候你嘅按摩完之後係會有一種唔完美、唔滿足嘅感覺？好大機會就係你缺少一個完美療程嘅組合。所以接下嚟就嚟到泰式草藥按摩療程登場，按摩師會使用適合嘅力度同埋適合嘅熱量係進行按壓，令到你嘅身體係獲得更多嘅觸感享受，舒適感同樣持續上升，疲勞嘅感覺亦都會大大咁樣降低。如果你有興趣體驗佢哋嘅服務，亦都可以透過下方資訊欄親自嚟到呢度嘗試嘅。